台南市佳里区公所与佳里扶轮社6月20日上午在消防局第3救灾救护大队旁篮球场隆重举办海之声听见佳里公共艺术造景罗册揭牌暨捐赠仪式。此次揭牌启用的公共艺术罗册是佳里扶轮社庆祝创社40周年，秉持超我服务精神回馈地方的重要成果，采用先进的大型 3D 列印建筑技术打造而成，兼具创新工法美学设计与公共服务功能，不仅提供舒适便利的公共服务空间，也为佳里增添兼具艺术性与功能性的特色地标。